你知唔知人生最恐怖嘅嘢唔係死，而係當你仲生存緊嘅時候，你竟然慢慢唔記得咗自己係邊個，唔記得咗自己最錫嘅仔女，甚至連返屋企條路都唔識行。呢種就係我哋俗稱嘅老人痴呆，醫學上叫做認知障礙症。好多人以為呢啲係命，係老咗就係咁。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，其實你每日食落肚嘅嘢，已經決定咗你個腦到底可以精神到90歲，定係60歲就開始斷片。大家成日話食腦補腦，一講到補腦，你一定會諗起核桃。但係我要話你知，核桃雖然好，但喺防老人痴呆嘅榜單入面，佢竟然只係排第3，而排第1嗰樣嘢，竟然係全個街市最平，周圍都有得買嘅嘢。仲要好多人因為驚肥或者驚膽固醇而唔中意食佢，甚至會將佢最營養嘅部分掉咗去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一次過揭曉防老人痴呆嘅10大最強食物，每一份資料都有根有據。我仲會教埋你喺香港街市點樣揀、點樣煮，先至係最抗衰老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下點解個腦會退化。其實係因為腦部裏面產生咗一種類似生鏽嘅蛋白質，叫做 beta 類澱粉蛋白，佢會好似污垢咁塞住你嘅神經細胞，令到信息傳遞唔到。要清走呢啲垃圾，我哋就要靠一啲抗氧化同埋修復神經嘅營養素。我哋先嚟睇下排第10位嘅成員，就係藍莓同各類漿果。你可能會話藍莓好貴位，一盒要成20幾30蚊，但係你知唔知藍莓入面嘅花青素係超級強效嘅抗氧化劑？研究顯示，如果老人家一個禮拜食2份藍莓，佢哋大腦退化嘅速度可以延遲2年半。2年半呀！喺街市揀藍莓，唔一定要買最貴嗰隻，最緊要睇下佢表面嗰層白粉係咪仲喺度。嗰層嘢叫果粉，越厚就代表越新鮮。除咗藍莓，我哋平時喺街市買到嘅士多啤梨或者桑發，其實都有類似嘅效果。如果你覺得貴，可以買急凍嗰啲，營養價值其實差唔多，仲可以擺得耐啲。平時早餐加落麥皮度食就最好。跟住落嚟第9位，係好多香港人宰狗都未必會諗起嘅黃薑粉。你有冇發現，印度人患老人痴呆症嘅比例係全世界最低嘅地區之一？科學家研究員發現，原來同佢哋日日食咖喱有關。咖喱入面最重要嘅成分就係黃薑入面嘅薑黃素。薑黃素係一種極強嘅抗炎物質，佢可以穿過大腦嘅血腦屏障，幫你直接清走腦入面嗰啲生鏽蛋白質。不過我話你知，薑黃素係好難俾人體吸收嘅。你平時宰油加黃薑粉，一定要記得加埋黑胡椒同埋少少油，因為黑胡椒入面嘅胡椒鹼可以增加薑黃素嘅吸收率成20倍。所以如果你去茶餐廳食飯，揀個薑黃炒飯或者咖喱，其實已經默默咁幫緊你個腦。第8位係我哋街市日日見到嘅深綠色葉菜，即係好似菠菜、番薯葉、菜心呢啲。點解佢哋排第8？因為呢類菜含有豐富嘅葉酸、維他命 K 同埋葉黃素。你知唔知老人家如果缺乏葉酸，大腦會萎縮得好快。好多老人家習慣將啲菜煮到爛晒、黃晒，其實咁樣會破壞晒啲營養。最好嘅方法係白灼或者快炒，保留返嗰種翠綠色。我特別推薦番薯葉，喺街市10零蚊就有一大紮，抵食到爛。佢嘅抗氧化能力仲高過好多貴價菜。第7位可能係你估唔到嘅南瓜子。好多人去街市買南瓜，會叫菜檔老闆幫手去核，千祈唔好呀。南瓜子其實係補腦神物，佢含有非常高嘅砷，而砷係提升記憶力同思考能力嘅關鍵礦物質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諗唔起嗰個人叫咩名，或者行到入房唔記得咗想拎咩，咁你就可能係缺砷啦。南瓜子仲有豐富嘅鎂、銅同鐵，全部都係保護神經嘅重要元素。你可以去雜貨鋪買啲烘乾咗嘅南瓜子當零食食，每日一細把已經夠晒數。第6位係西餐好中意用，但香港街市而家都好普及嘅西蘭花。西蘭花入面有一種嘢叫蘿蔔硫素，呢種物質可以啟動大腦嘅自我修復機制，而且西蘭花嘅維他命 K 含量極高，係維持大腦運作必須嘅。
煮西蘭花有個秘訣，就係唔好用水煮，最好用隔水蒸嘅方法，蒸5分鐘左右，咁樣可以保留最多嘅營養。如果覺得淡味，可以加少少蒜蓉一齊炒。蒜頭本身亦都係對血管健康非常有幫助嘅嘢。第5位呢樣嘢就犀利啦，就係深海魚類。喺香港街市，我哋好容易買到三文魚、鯽魚或者秋刀魚。呢啲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脂肪酸，特別係 DHA。你個腦其實有60%以上都係由脂肪組成嘅，而入面最重要嘅成分就係 DHA。DHA 就好似腦細胞嘅潤滑油，冇咗佢，你個腦就會變得乾巴巴，諗嘢都慢啲。如果你唔中意食三文魚咁貴，我話你知，鯽魚同埋秋刀魚其實仲好，因為佢哋體型細，重金屬含量低，而且價錢平到你唔信。街市10幾20蚊已經有一條好大條嘅參魚，煎一煎或者鹽燒，已經係5星級嘅補腦餐。第4位係近年好流行嘅牛油果，好多老人家唔中意牛油果，覺得佢冇味或者油淋淋，但其實牛油果入面嘅單不飽和脂肪酸係對血管非常有益嘅健康油脂。你要知道，好多老人痴呆其實係由小中風或者血管阻塞引起嘅，醫學上叫血管性認知障礙。牛油果可以幫你降血壓，等大腦嘅血液循環好啲。每日食1/4個牛油果，就已經可以幫你個腦提供充足嘅氧氣同營養。如果你覺得冇味，可以試下切粒加落鹹蛋肉餅或者撈飯食，口感好似油脂咁香。好啦，到咗大家最關心嘅前3名，第3位就係標題提到嘅核桃。點解核桃只可以排第3？雖然核桃嘅形狀好似大腦，而且佢含有植物性嘅 Omega-3，對腦細胞修復好有幫助，但係相比起前2名，佢嘅吸收率始終低咗少少。而且核桃熱量高，如果你每日食太多，個腦未補到，個肚腩就先大咗。建議每日食2至3粒就夠啦。喺街市買核桃，最好買連殼嗰種，食嘅時候先開，咁樣啲油脂就唔會咁容易氧化變壞。第2位係補腦界嘅名宿雞蛋。你可能會問，吓，雞蛋排第2，但係我醫生話我有膽固醇喎。呢度我要幫雞蛋平反。現代科學已經證實，食物入面嘅膽固醇對血液膽固醇嘅影響其實好細。雞蛋入面有一種極其重要嘅成分，叫做膽鹼。膽鹼係製造大腦信息傳遞物質乙酰膽鹼嘅原料。如果你缺乏乙酰膽鹼，你嘅記憶力會直線下降。最重要嘅一點係，膽鹼全部都喺蛋黃度。如果你食蛋，淨係食蛋白，咁你就真係倒錢入鹹水海。一個成年人，甚至係老人家，每日食1至2隻全蛋係絕對冇問題嘅，只要你唔係用大量嘅油去炸佢就得。終於嚟到第1位啦，呢樣嘢我諗全香港每一個街市嘅菜檔、雜貨鋪都有得買，而青到你唔塞。泰人都二乾哥，泰人都二乾菜單，但係好多人真係唔中意食佢。有人覺得佢有陣味，有人覺得佢係窮人食嘅嘢。佢就係黃豆製品，特別係豆腐同埋發酵嘅豆製品。點解豆腐可以排第1？第一，佢平；第二，佢含有大量嘅大豆異黃酮，呢種物質可以保護大腦神經細胞唔受氧化損傷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，豆腐入面含有豐富嘅大豆卵磷脂。卵磷脂被譽為大腦嘅守護神，佢可以修復受損嘅細胞膜，增強大腦嘅活力。而且我點解話好多人唔中意食？因為好多人嫌豆腐淡，或者嫌豆豉、腐乳呢類嘢太鹹或者有霉味。其實如果你識得食，豆腐可以變出好多花樣。例如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老少平安，既有魚肉嘅 DHA， 又有豆腐嘅卵磷脂，簡直係補腦嘅最強組合。如果你真係想防老人痴呆，我建議你每個禮拜至少食3至4次豆腐。你可以買街市嗰種人手做嘅板豆腐，豆味重好多。如果你唔驚嗰陣味，食少少納豆或者係天然發酵嘅豆豉，入面嘅益生菌對腸道健康好有幫助。而而家科學界已經發現腸腦軸嘅關係，即係你腸道好，你個腦就會好。講完呢10大食物，大家係咪發現原來補腦唔一定要買好貴嘅人參、花膠或者補藥？其實最好嘅藥就喺我哋日日行嘅街市入面。不過
除咗食呢10大食物，我仲有幾句心底話想同各位老友記或者做仔女嘅講，防老人痴呆。除咗入嚟嘅嘢，仲要睇出去嘅嘢，即係你個腦要有用佢嘅機會。喺香港，我哋有個最好嘅防痴呆運動係咩？就係打麻雀嘅。打麻雀要計數，要記牌，要觀察對手，仲要同人溝通，呢啲全部都係大腦高強度嘅訓練。所以如果屋企老人家想打牌，只要唔係賭得太大，唔好坐太耐，由得佢哋玩下，對個腦真係好有益。另外，我見到好多老人家因為怕膽固醇，每日淨係食青菜白飯。我想話你知，咁樣食法先最危險。大腦需要蛋白質同脂肪去維持運作。如果你因為怕膽固醇而唔食雞蛋、唔食魚、唔食肉，你個腦會因為營養不良而萎縮得仲快。所以一定要均衡飲食，少油、少糖、少鹽係啱，但唔係無油、無蛋白質。仲有一點，好多香港人生活壓力大，睡眠不足。你知唔知？當你瞓覺嘅時候，大腦會開啟一個清洗模式，會有一種腦脊髓液幫你洗走腦入面啲生鏽蛋白質。如果你每日瞓唔夠6個鐘，或者睡眠質素好差，你食幾多核桃、幾多豆腐都補唔返。所以各位老友記，早啲瞓，瞓得好先至係最好嘅補腦方法。防老人痴呆係一場持久戰，我哋唔係食一餐半餐就有效，而係要將呢啲食物融入生活。你可以試下咁樣編排你嘅一日3餐：早餐一隻全熟蛋，加1碗加咗藍莓同南瓜子嘅麥皮；午餐一條煎叉魚，加1大碟蒜蓉西蘭花，配半碗糙米飯；晚餐老少平安，加多個白灼番薯葉；下午茶想食零食就食2-3粒核桃。咁樣嘅食法又平又好食，仲可以幫你慳返以後睇醫生嘅錢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資訊幫到你，或者你身邊有親戚朋友開始記性差，記得將呢份街市補腦攻略分享俾佢哋。我哋每個人都會老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優雅咁老，精神咁老。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平時最中意食呢10樣食物入面嘅邊一樣？或者你有咩私人嘅補腦食譜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俾大家知。記住，健康唔係靠中伏，係靠智慧。我哋再深入啲講下排第1位嘅豆腐同豆製品。點解我會強調街市最平？因為好多人有一種誤解，覺得貴嘢先至好，或者要買日本超市嗰啲幾十蚊一盒嘅進口豆腐。其實香港街市好多每日先做嘅板豆腐，雖然只係賣3幾蚊一塊，但佢嘅石膏成分其實係鈣質嘅重要來源。老人家最怕骨質疏鬆，一跌親就大鑊。而骨頭同大腦嘅關係係相輔相成嘅，你補足咗鈣，血液循環好，大腦自然獲益。而且講到好多人唔中意食或者唔敢食嘅發酵豆製品，例如豆豉，大家可能覺得豆豉好鹹，但其實豆豉喺發酵過程入面會產生一種叫豆豉纖溶酶嘅物質，呢樣嘢對預防血栓、防止腦中風有奇效。你唔使食好多。平時蒸排骨或者蒸魚嘅時候，放一細匙羹洗乾淨嘅豆豉，已經足夠發揮功效。呢啲就係廣東人嘅飲食智慧。以前啲人雖然窮，但佢哋食得好聰明。講返核桃，雖然佢排第3，但大家唔好睇小佢。核桃含有嘅維他命2係一種強效嘅脂溶性抗氧化劑，佢可以保護細胞膜免受自由基嘅攻擊。喺香港嘅中藥鋪或者乾貨鋪，你會見到有啲核桃係去咗殼嘅，有啲係冇去殼嘅。我建議你買有殼嘅紙皮核桃，雖然麻煩少少，要自己剝，但係核桃肉一旦接觸空氣，佢入面嘅 Omega-3脂肪酸好容易會變質酸敗，食咗變質嘅油分，反而會產生更多自由基，對個腦仲衰。所以要做就做足，買有殼嘅，每日開3粒。再講下雞蛋，好多人問，我每日食2隻蛋，使唔使去蛋黃？我再強調一次，千萬唔好去蛋黃。蛋黃入面除咗有膽鹼，仲有一種嘢叫葉黃素同玉米黃質。呢2樣嘢雖然大家成日聽係對眼好，但其實佢哋對大腦嘅執行能力都有好大幫助。你想下，如果一個老人家
眼又清晰，腦又靈活，佢嘅生活品質會高幾多？我哋再傾下排第5位嘅深海魚。香港係海港城市，雖然三文魚係好，但大家知唔知，其實我哋本地街市有啲平價魚都好補腦，例如黃花魚或者係馬友，特別係馬友，油脂非常豐富。雖然佢嘅 DHA 含量未必比得上三文魚，但佢勝在新鮮，而且冇經過長途運輸，新鮮嘅魚油吸收率係最高嘅。我建議各位去街市米位嘅時候，多啲同魚檔老闆傾口價，問下今日邊隻魚最肥美。記住，魚皮下面嗰層黑色嘅肉係 Omega-3 最集中嘅地方，千祈唔好因為驚腥就唔食。除咗食，我仲想針對香港嘅生活習慣提多幾個建議。第一就係孤獨係大腦嘅殺手，好多香港老人家仔女返晒工，自己一個人喺屋企睇電視睇足一日。電視係一種被動接收，你個腦係唔會喐嘅，長期係咁，大腦功能會退化得好快。所以我鼓勵大家，就算唔係打麻雀，去公園同人捉下棋、傾下偈，甚至係去商場行下，觀察下周圍嘅嘢，都好過坐喺屋企睇電視。第二就係牙齒健康，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防痴呆同牙齒有咩關係？其實科學家發現，咀嚼呢個動作係會刺激大腦皮層嘅。如果你因為牙齒唔好，長期只係食稀飯或者軟綿綿嘅嘢，你個腦接收到嘅刺激就會減少。所以如果牙齒有問題，一定要去睇牙醫，整翻好啲牙。食到硬嘢，咬到嘢，其實係喺度幫你個腦做運動。第三係血壓管理，好多人有高血壓但唔肯食藥，覺得藥三分毒。但係我想話你知，長期高血壓會令到腦部微血管受損，呢啲損傷累積落嚟，就係老人痴呆嘅前奏。食藥係為咗保護你個腦，配合埋我頭先講嘅牛油果同深綠色蔬菜，可以幫你更有效咁穩定血壓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分享一個真實故事。我以前識得一位伯伯，佢70幾歲嘅時候開始變得好健忘，成日串唔到鎖匙，性格仲變到好暴躁。後來佢個女帶佢去睇醫生，發現係早期嘅認知障礙。佢個女冇放棄，除咗跟醫生指示，仲每日親自去街市買我頭先講嘅呢啲食物，煮俾佢食。每日早餐一定有一隻蛋，晚餐一定有魚同豆腐。佢仲每日陪伯伯行公園，同佢一齊玩簡單嘅拼圖。結果2年之後，伯伯雖然仲係有少少健忘，但病情完全冇惡化到，仲可以自己去茶樓樓有飲茶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飲食同生活習慣嘅改變真係可以扭轉命運。好多人問我，咁係咪要食營養補充品？市面上好多咩補腦素、記憶靈，我嘅建議係，如果你可以喺日常飲食度攝取到，就盡量食新鮮食物，因為食物入面嘅營養係協同運作嘅。例如西蘭花入面唔只有維他命 K， 仲有纖維同其他微量元素，呢啲係粒藥丸俾唔到你嘅，除非你真係胃口好差，或者醫生建議，否則街市就係你最好嘅藥房。我想再特別提一下排第9位嘅黃薑粉。喺香港，你可以去啲南亞雜貨鋪買原塊嘅黃薑，返屋企刮皮切片，用嚟煲水飲或者煮雞，嗰陣香味同抗氧化力係最強嘅。如果你覺得味道太辛辣，可以加少少蜜糖。記住，薑黃素係防腦部發炎嘅第一道防線。至於第8位嘅深綠色蔬菜，我想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換住嚟食，唔好因為話菠菜好就日日食菠菜。每個禮拜可以換下菜心、芥蘭、番薯葉，甚至係西蘭花苗，因為唔同嘅菜有唔同嘅微量元素。喺香港街市，我哋好幸福，一年4季都有唔同嘅菜。講到第7位嘅南瓜子，如果你覺得單食南瓜子好乾，可以試下將佢磨碎，加落去你平時飲嘅黑芝麻糊或者豆漿入面。黑芝麻本身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E， 同南瓜子係絕配。第6位嘅西蘭花，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，呢樣嘢對小朋友嘅腦部發育都好重要，所以唔係淨係老人家要食，一家大細都應該食。第4位嘅牛油果，揀嘅時候記得揀皮色變黑，摸落去有啲彈性嘅先係熟。如果買返嚟仲係綠色硬邦邦，可以同個蘋果一齊擺入紙袋2日，好快就熟。牛油果唔好煮，
生食營養最高。最後我想再講下第一位嘅豆腐。香港有好多豆腐花食，雖然豆腐花都係豆腐，但你要注意入面嘅糖分，太高糖會導致身體慢性發炎，反而對腦部唔好。所以食豆腐最好都係喺正餐度食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老人痴呆唔係突然間發生嘅，佢係十幾20年嘅累積。你而家40歲、50歲開始咁樣食，你就係喺度幫你未來嘅大腦儲錢。你而家對大腦好，佢以後就會對你好。香港人最講求效率同抵食。今日我介紹呢10大食物，全部都係高效率、高營養，而且價格親民。希望大家由聽日開始去街市買蟹嘅時候，腦海入面會浮現呢張補腦名單。健康係一種責任，唔單止係對自己負責，亦係對屋企人負責。當我哋可以照顧好自己嘅身體，唔使仔女擔心，呢份已經係俾佢哋最好嘅禮物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證明你真係好關心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我希望你可以將呢啲知識實踐出嚟，唔使一次過改晒，可以先由每日食一隻蛋開始，或者每個禮拜買2次魚，慢慢嚟，你會發現自己嘅精神好咗，諗嘢都清減咗。多謝大家陪我傾咗咁耐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深入淺出，符合我哋香港人生活習慣嘅健康資訊，記得俾個讚，同埋分享俾你最關心嘅人。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嘅健康專家。街市雖然嘈，但入面藏住長壽嘅秘密。生活雖然忙，但食得好係對生命最基本嘅尊重。我哋下次再喺街市或者喺影片度見。祝大家腦筋靈活，食得招積，活得出色。大家身體健康，長命百歲。